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初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来关心台湾，今日佫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到这当阵，咱国计共是437宗病例。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宣布讲，政府有佫加列出无通份劳保的小工，佫有进前补助无到的农民渔民，听好来申请领1万块。姓地某人台西铁路警察这条案一审判决无罪50万交保，经过地检署控告，早起交保金提悬起来到100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日台湾佫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患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到这当阵，咱国计共是437宗病例。另外，指挥中心也讲，海军攀石舰顶拢总有377个官兵，为着病掠起来有35个。若是和外国迄款规只船顶互相烧话的情形比较起来，致病比例也算是较低。咱等下来听陈市长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要宣布新增1例的确诊个案，那这个案是境外移入啊，境外这移入，它在我们列为是案437。那我们的磐石舰377人，那全部都透过几次的裁剪，那我们总共是35人，清虚率是9%。那这些都是相对的军舰，相关的一个空间密闭，那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群聚或是一个传播。那在整个情况，那可以就是说是在台湾，我们觉得。经过我们专家的一个研判，整个的疫情的规模跟其他类似情况的军舰比较小，那当然跟他戴口罩也有关系。进前海军敦睦舰队派出3只舰船出航，但逼出船顶有官兵烧毁武汉肺炎的磐石舰，昨日佫加验出4个无正头的人员新带病毒。另外2只甲飞舰和空艇舰所有隔离14天的官兵，拢已经验无病毒，正人死线去了。早起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伫立法院嘛指出讲，虽然军方为这桩案件咧无用，总是目前可靠、挺好运用的战斗力，按算计共有40万人。4台游览车透早就去高雄的检疫所，小连续甲隔离期满的敦睦舰队的官兵载出来，等去厝的了后，爱落实自主健康管理。海军敦睦舰队逼出疫情风波了后，713个官兵伫咧解除隔离进前，搁一届采检，甲飞舰、空艇舰拢总367个人采检拢是阴性。环礁舰搁新增加4个无症状确诊的病例。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早起会搁甲环礁舰346个人做采检。2检之后，我想CDC 他们会有一些指导我们都配合 CDC 的指导。来做，目前的做法，如果阳性就送医，其他采检2检阴性，全部都会回家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海军敦睦舰队的疫情影响到国军的形象，国防部长严德发甲国安局长邱国正早起出席立法院做专案报告，针对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关心台湾军备战略，严德发回应。目前台湾的战力有40万人，嘛按算7月举行汉光演习，将来台湾敢有机会参加8月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台湾会继续争取。所谓的可视战力，人员的部分是40万，是这样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视战力，后备战力还不是常常被你训练说随时 ready 可以上战场的。这中间有一个衔接的问题啊。那今年就在实兵这一块，我们做守备部队的一个演练，跟常后部队的一个实兵的这一块。对。咱若外界又讲，蔡总统5日控就职了后，严德发敢会继续留任？针对这点，严德发是真保守，干那讲目前爱先甲环礁舰的代志处理好势，个人不是重点。国防部针对长期伫咧海顶的精顺军舰，甲国军病院规划配备 PCR 的检测仪器，得到朝野立委的支持。嘛有立委强调，爱沟通、无暗砍，才是阻挡疫情上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海军磐石舰新验出4个新带病毒的官兵，外观看起来拢无正头。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表示讲，当伫咧隔离磐石舰这300多个官兵，早起就要过验1摆病毒。天气渐渐有较烧热，感染症专门科医师也是提醒讲，胃病风险毋是全然无，喙炎得挂，手骨就要接洗，这是有好无歹。
海军敦睦舰队伫咧戒毒隔离的前暝，又搁新增加4个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而且全部拢无出现症头，也拢是搬照舰队顶悬的官兵。疫情指挥中心决定搬照人346个官兵，爱全部甲因留落来，搁再验一解病毒，确认是阴性，才会使戒毒隔离，互因转去厝的。不过，国内专家认为，即阵 PCR 核酸检测也是有侦差，若准讲加上被动量低，就有可能出现假阳性。建议应该要看敦睦舰队700多个官兵身躯是不是有抗体，才有法度避免无症头的感染者去互闹交。目前完全靠 PCR 的方式呢，其实可以考虑加上抗体啦。只要加上抗体的话呢，这个敏感度会再提高。哦，那抗体阴性才放这些人回家呢，会更安全。黄立明表示，指挥中心到大拢无公布进前官兵抗体检测的结果，所以无法度知影整体感染的比率。另外，随着即阵天气愈来愈烧热，民众就咧想讲疫情是毋是会较热？黄立明认为，天气热只会当互病毒较无容易生存，这并无代表无传播的风险。建议民众也是爱甲个人的防护做好。总是会有一些病人在社区的，可能这些人可能很少，那他也不容易传。可是，如果这个社区防疫网松掉了，这些人有可能传到一个群体里面，比如说大学宿舍啦，比如说军营啦。黄立明强调，因发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和英国 SARS 无共款，有的是无出现症头，有的是轻症，有的是无去防验出来就进入社区，这是无法度避免的。所以，伫咧疫苗还未上市之前，提醒民众得爱搁来洗手、刮喙暗，甲社区传播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带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甲农业委员陈吉中主委这官员出面，宣布讲，因为病情影响民众的生活有遐上重，政府当搁加列出有实做，毋过无通混劳保，才会手面趁才会小工，啊，搁有进前补助无着的渔民农民，范围有154万人，拢听回来申请领1万块救急的补贴。各部会作业出来后。要给这2种人，给他们大大的来给予补助。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行政团队宣布，个人因为疫情的冲击，在生活、生理甲食穿的方面拢受到影响。经过各部会盘点，决定扩大政府的纾困对象族群。有工作无家保，大概有34万人，还有没有补助到的，实际在从事渔产工作的。另外，农民大概一共有120万人，发放每个人一次就是1万块。亲像是举广告牌、流动单为这种有工课却无保劳保的各种保险的人，加户所得比各县市的基本生活费悬1.5倍以上，2倍以下会当提出申请。有是制作农渔业工课的人，报税所得50万以下，无领进前3万块纾困的人，买当领1万。两个类型加起来，大约有154万人受惠。他也没有相关的保险收入，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那这些是政府要站在照顾他们的立场上，所以在1.5倍到2倍，我们就发放1万块。这次因为是针对比较辛苦的人，所以我们审查会放宽，那以自己申报为主。原先渔民是符合劳动部的2万4的投保，那所得不超过45万底下。我们大概有15万个渔民，那是可以领3万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刚院长讲到的，他是投农保的，那还有一些是没有家保，但也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伫咧宣布扩大现有的纾困对象的时，苏贞昌嘛强调，台湾是乱世中的福地，目前正咧规划伫纾困以后，等疫情稳定才启动进行作业，希望国人会当相信政府，大家做伙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来关心顶几日，嘉义地法院判决姓郑某人杀死铁路警察这条案，一审无罪，50万交保。经过地检署控告，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也认定讲，被告有必要继续受压，发回重新裁定。早起嘉义地法院是决定甲交保金提悬起来到100万，佮限24点钟内要办好势，啊若无交保令就失效。限定被告要在这个裁定生效后24小时的期间内缴纳保证金100万元拒保。如果期间之内不拒保的话，拒保失其效力，仍然继续羁押。本案检察官已经在5月1号提起上诉，全案的卷证的上诉流程，我们同仁已经在假日加班处理，上诉进度也会尽快进行。刚地法院指出讲，
被告犯案的情形严重，虽然是判无罪，不过踮火车顶压倒台警察人员已经引起社会惊吓。考虑到顾全社会安宁，各被告家庭的经济状况，才会改判被告24点钟内爱立100万交保，若无就要继续受压。家己地检署这边是讲，会判断案件发展的经过、被告的情形，各未来产生的损害种种，才决定敢要搁再提出控告。来讲，昨高雄一间透天厝火烧，牺牲一家口5条性命。昨半暝，桃园龟山同款阁是透天厝盗火，致使1人死亡，1人受伤。内政部消防署就统计讲，因为火烧来不幸过往的百姓有超过9成，是烧死伫咧透天厝，也是铁厝内面。消防人员嘛提醒讲，咱厝内较快引火的物件，唔通囤伤密。阁有就是每一间房，拢着爱斗自体警报器较好。一阵一阵的乌烟一直为窗仔门闻出来。桃园龟山区初时半暝，一间透天的发生火烧，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有2个人掉伫咧3楼的房间。消防队员紧急抢救了后送去病院。一个男性因为吸伤侪乌烟，救出来就无喘气，送去病院也是救无转来。另外一个女性抢救了后有个精神。初步判定盗火的所在是伫咧2楼，放家具甲装潢等等的物件。若火烧的面积差不多有100平方公尺。房间啊，电线走火，我拄啊无伫个，阮阿姊甲阮姊夫住咧3楼，他是从2楼。连续2天，从初三高雄一间透天的火烧，造成5个人死亡的悲剧。桃园龟山又搁发生一件，根据消防署的统计，台湾平均4点钟就会发生一件火烧的案件，独立的徛家厝有4成外，占上济。若是一拍的主体，占2成排第2。另外，伫咧火场死亡的人有超过90%发生伫咧5层楼以下的建筑物，也就是透天的或者是铁片厝等等。烧起来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防火区划，所以你困在里面的话，你要暂时躲避的时间跟空间都没有，几乎都是老旧的透天厝的伤亡占的比较高的比例。消防局呼吁民众爱甲防火管理做好，伫咧每一个房间，也佮有每一层楼梯，拢会当按厝内用的火灾警报器，建立完整的防护网，嘛减少厝内顶一寡较会盗火的物件。假使无注意发生火烧，也佮会当降低火咧传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连续2日发生严重的火烧事件，民进党立法委员新发会早起就质询内政部，指出台北车头下底一座台北地下街，遐是消防检查无安全、无合格的场所。新委员佫提醒讲，台北地下街人来客去，万不利若火烧，恐惊比较钱柜 KTV 的意外会佫较严重。委员刚刚提的，因为台北市只有4件，这个我就很好奇，我就点进去看一下台北市到底是哪4件呢？哈。结果点进去哈，当然这个停车场啊、小吃店啊、公司啊，这个都还好。就台北市地下街，我们台北市的地下街是不是消防安全检查重大不合格场所？部长，这是不是很严重？这个尤其地下街的逃生会比那个更加的困难不方便。新法会委员佫指出讲，去年10月台北地下街的公告违规，到今年3月已经连续违规3摆，包含室内排烟、佫火烧警报的设备检验拢总无合格，不过却拢无改善。伫咧地下街各出入口也拢无打出无合格的告示来提醒民众。当内政部市公部长已经有因讲，会要求台北市政府迄边监督台北地下街赶紧改善。咱过来讲，1981年7月初3，按美国倒转来的学者陈文成，伊的新诗伫咧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边仔的草埔，互人发觉。经过40天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早起公布调查报告，指出单价迄当阵拢去互政治机关监视掉咧，佫有法院伫咧判断，即站真有可能是他杀。报告内底就分析讲，警备总部是真有害死陈文成的嫌疑。女美的学者陈文成，民国70年7月初3，互发现陈尸伫台大校园，命案到今得要40年，中途经过7遍的调查，拢无法度厘清事实的真相。促转会经过近2年解密档案，甲访谈的结果，初时公布调查报告，提出4点发现。头先是陈文成甲亲友伫案发的前后，拢互侦治机关严密监控，嘛无法度证明陈文成互警总带走了后，有脱离警组的实质支配。我们发现这个录音的
译文的内容看起来是不完整的，有许多的删节号，而且有许多的地方是前言不对后语的，所以光从录音译文没办法确保陈文成在警总那边确实没有遭到任何的不正对待。促转会透过警总监听的采庆资料，甲当年的目击证人，佮伊的朋友定位上讲述前后无合，无法度证明警总有甲陈文成平安送转去厝。另外，根据专业法院的判断，陈文成身躯顶的伤痕甲真实的第一现场状况无合，拢显示他杀的可能性比自杀佮有意外死亡更较悬。加上警总组改侦办，所以得到的结果是警总对陈文成的死亡有嫌疑，阻止陈家人对外发声。简而言之，就是任何跟这个自杀说相反的资讯都不能够在台湾社会流通。这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更强化了警总涉案的嫌疑。这个过程也是揭示了台湾转型正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公布这个报告啊，那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促转会表示，陈文成案是亚开违反统治侵害人权一步重要的结果，但是目前公布警总有嫌疑，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接落来透过清查其他资料，继续拍拼追踪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这回传染症台湾目前已经渐渐有较少，不过世界也有一寡国家拢无通并争着。当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就预测讲，到6月底，全世界每一日患者新增加的人数可能会比到2500个较减。这也代表到迄当阵，这边的武汉肺炎大流行就会较收煞。不过，若到秋冬天时啊，无定就要搁再警戒了。为着控制武汉肺炎疫情，过去4个月，世界各国拢采取封城、发居家令、停课、停班等等的防疫措施，初步有达到让疫情变较弱，而且降低社区传播的效果。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这礼拜全世界武汉肺炎开发的人数比一礼拜前增加4%。根据预测，到6月底，全世界每天新增加的病例数可能会比2500例更较减，显示疫情流行期得要过啊。不过无排除会再压起来。这样的世界大流行，以我们的模式来看，每日新增2000个个案以下，通常表示这个流行坡呢，基本上就要过去了啦。那只是未来会形成下一个流行坡是冬季的流行，还是这个季节的流行？这个还有需要观察。陈秀熙表示，疫情这段期间，全世界各国拢采取社交距离、个人和环境卫生等等的措施。透过数据显示，若照期间做防疫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速度就较紧。亲像澳洲伫咧定社交距离这部分就非常严格，2个人以上群聚拢去互禁止。所以伫咧短短1个月，确诊的病例就无超过10个人。不过，准讲伫咧防疫这部分做较零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速度就较慢。在我们一开工的时候，大家都说买不到口罩，那就表示你平常的储存量不够，未来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会不断的发生。那这个东西一定要针对每个公司呢去调高它们的这些个人防护剂的存量。但即阵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有大大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前一阵仔也提出防疫新生活运动，要透放各项商业活动防疫的限制。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就提醒政府必须要定出明确的做法，针对是毋是要解除边境防疫，也应该要设明确的时间点。若无，地方政府恐惊会真歹配合。记者综合报道。病情伫咧拖，看起来渐渐较收煞。经济部按算要发予民众的酷碰拍折犹太券，到底当时才要分呢？早起新民町部长透露讲，犹太券的办法会阁大大改过。初步按算，一个人若开1000块，就通有500块犹太。若网络付款会通，即马纸票也印出来分，阁有中介收入予犹太条件，当然也会愈悬。在国内疫情慢慢稳定了，政府要推出酷碰券刺激消费，严格予外界批评使用不方便，引起争议。经济部已经伫咧最近规划大改版，伫这礼拜会向行政机报告，确定方向了就会对外公布。酷碰券这个部分呢，现在我们采取多元方便的实体券，以及电子支付跟电子票证这些呢，来同时来。这个整个让大家呢有多元，然后呢方便使用。经济部初步的规划，酷碰券新方案主要是以拍折优惠方式为主，排除发现金，原则上是每一人消费1000块，会当享受到500块的绩效。也强调电子、实体两种方式并行，未过再坚持使用电子支付。我们偏向
非常关注你们上次提的所谓的电子支付这件事情，这个应该已经暂停了吗？我们必要我们都会有实体券来解决，用实体券，对，来解决偏乡的问题。对啊。另外，声明顶讲，针对绿色中价收入户，另外规划提悬消费额度到1,500块，领取的方式是依照过去领虽然的方式。才是名字。希望就是以口罩实名制的方式来发放，是中低收入户有可能就直接享有1500元的消费额度。这个都是在规划的阶段，但是这个还是要到案里面去，案里面会整体考虑。所以经济部目前整体库房管加定型款总共空列134亿的预算，若是执行的效果好，另外23亿的定型抵用款经费将会比较同款形式办理，有个会让扩大500亿以上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总是目前咱国拢还阁禁止旅行社带团出国，若外国人来桃园机场搬飞机，阁有中国直飞台湾这个禁止令，嘛拢还袂解除。但观光旅游这道业者就讲，虽然有得到政府一寡补贴，毋过嘛着家己找生路。真侪公司拢已经开始咧设餐厅、煮食室，替人送到厝，望要暂度求生存。伫咧灶骹无用煮食、较菜、包便当，罗先生自本是乡西旅游业务部的主管，受到疫情影响，集团即阵甲一寡人借调去中央厨房做工课，准备经营外送的市场。罗先生因为过去捌做过餐厅，所以主动讲会使斗3工。都是在前台面对客群，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也算是得心应手。对旅游界即阵卖便当，乡西集团即阵卖便当只提供予员工，一方面进行压力的测试，也会伫咧扩大中央厨房了后，导入外送的市场。集团主本有的餐厅也会共一个时阵释出外送服务。即阵旅游部拢无收入，对照英国正常出团的时期，逐个月会使赚20亿到30亿，即阵转型是非常要紧的代志。第一步先针对内部的员工做销售，那甚至我们有发，比如说1个月600块的 coupon 券给员工，然后去做内部的消费，先进行压力测试。当受到疫情冲击，5星级饭店的餐饮营收除了释出红包会使炸走的服务，韩舍爱美也释出中昼顿的便当，要抢上班族的市场。业者讲，即阵就会使加减增加收入。品保协会分析，即阵观光产业因为政府纾困会使冻到6月底无问题，不过准讲国际疫情继续拖，这恐惊后半年佫会出现真侪店会倒。政府的纾困方案什么一波又一波，我想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些相对的一些帮忙和支持。那如果说疫情要拖到9月啦，或拖到年底的话，那真的大家很多人都会撑不住。品保协会表示，即阵旅游业除了有训练员工，也积极伫咧找出路，亲像是经营网络伫咧线顶卖物件。毕竟国际疫情继续伫咧拖，这交界什么时阵会使解除封指令，也阁唔知影，业者只会使家己找出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来讲，北韩的领袖金正恩经过20天，5月初2才搁再现面，结果过当天，北韩的人马就甲南韩边关的卫兵开枪。南韩这边指出讲，昨早起7点外，北韩攻击因的军人，总是初步调查，对方有意掠事端的可能性是真低。美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门的头人国务卿麦蓬佩奥嘛表示讲，在伊咧看，这件事件确实是意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消息20天了，随日总算出现伫官方媒体参加工厂的完工典礼，不过伊出现的过当天，南北韩就发生冲突。南韩政府讲，北韩伫当地时间初3早起7点外，突然间对南韩铁原镇非军事区1号校开枪。南韩是2边回击，并且气氛真紧张。South Korea sent a statement through the Inter-Korea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line demanding an explanation. So far, the North has not responded. 这也是两韩2018年9月签军事协议了，北韩第一遍违反协议开枪，国家在无人员伤亡。有舆论认为北韩是挑工的，不过南韩的军方初步调查可能性无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初3接受访问时阵讲，这件代志是意外。Pompeo said he believed the shots were accidental, adding the South Korean side returned fire, but there was no loss of life on either side. 金正恩消息的这段期间，伫咧创啥？蓬佩奥讲无法度讲，不过强调
美国说服北韩放弃核武的立场未改变，华府加平壤也会恢复北韩气核化的谈判。长期在研究北韩的专家讲，若北韩开枪是挑工的，那呢就是金正恩要向外界表明伊有完掌权。I think the evidence at the moment suggests that this is more likely to have been an accident than intentional. If it had been intentional, I suppose it's reasonable to speculate tha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Kim Jong-un to say to the outside world, I'm back. 北韩的官方媒体陆动新闻，随时搁在报道金正恩表扬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息，要拍破外界传讲伊健康出问题的用意正明显，也互外界正好奇，所落来金正恩抑个会出什么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南美洲的委内瑞拉这个国家，近来风波不断，因的政府伫咧指控隔壁国发动恐怖攻击。结果，国内西部的大城市也发生加角有犯人和警方的人员冲突，造成上无有47个人死亡，75个人受伤。政府是表示讲，因为受刑人要脱角，才受到镇压。啊，毋过去探角才会亲人讲，加角内底食食和医药真正缺欠，这才是双方冲突主要的原因。军用卡车再来一批的国民卫队士兵，甲加角大门外口的家属挡掉咧，阻止因探视。受刑人的家属只好伫加角外口唱歌、喊口号，甲家己加油。No sabemos cuántos heridos hay, cuántos fallecidos hubieron, por qué tuvieron esa actitud de arremeter contra los privados de libertad, donde se dio la voz de alto. ¿Por qué lo hicieron? Porque no son perros, son seres humanos. 事发的地点伫委内瑞拉的西部大城瓜纳雷附近的一个港角，当局指控受刑人想要集体逃走，毋但破坏港角的围墙，搁拍伤点角场等等的甲访人员。毋过外电访问的受刑人家属讲法说完全倒饼。Lo que está pasando ahorita es cuestión de los guardias. ¿Por qué? Porque ellos no quieren dejar pasar la alimentación para adentro. La retienen y si la van a dejar pasar, revisan y los que quieren, esto es para nosotros y esto es para ellos. No debe ser. 委内瑞拉的港角传出这种重大死亡事件是常常有的代志。去年就有97个人死伫港角的暴动。亲像这道传出冲突的港角，原本的设计敢若会当有750个人伫内底，但是目前关押的受刑人煞有2500人遐济。另外，伫全世界滚高的武汉肺炎疫情，伫人口2800外万的委内瑞拉，确诊的人数竟然比人口无到1/4的巴拉圭搁较少。委内瑞拉政府强调，港角内底的受刑人完全无确诊案例，互受刑人的家属真烦恼，各种的卫生环境，甲受刑人的健康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南台湾的消息，来讲罢免韩国瑜市长高雄市这个投票，6月初6就要举办。啊，毋过中央选举委员会早起煞出面指出讲，高雄市内有的学校本地已经签甘愿字，要照选举委员会落去设投票所，结果煞搁反悔。早起中选会嘛发表一封公开批，望高雄市各区的区长和学校的校长，拢都要照法律行，配合选务的工作才是。这是高雄市政府的府函，请各学校、请各机关提供场地给区公所来办理选务。为什么还会另外有变迁？为什么还会另外有 LINE 的指示？让校长们纷纷的拿回已经出界的同意书。中央选举委员会本地按算要踮高雄市内设1823个投票所，啊，毋过实际照场所无啥理想。中选会当嘛呼吁相关的机关学校会当依法办理，若无就会牵涉到妨碍选举事务的法律责任。另外，中选会嘛强调讲，过去咧照场所毋捌互人拒绝过，提醒拒绝照场所这校长，尽量会当依法行政。咱过来讲，高雄市会今日召开临时会，高雄市韩国瑜市长去报告武汉肺炎疫情的应变。报告了后，会由民进党、国民党和无党3个党团一人接顺30分钟。不过临时会开始进前，国民党的党团开记者会。攻击中央追杀韩国瑜，啊，民进党这边嘛讲30分钟接顺的时间伤过短，各有时代力量2个议员嘛出面抗议，认为讲小党文静的空间已经受到压缩了。高雄市长韩国瑜9点准时到议会，
签到了后，就直接去市长的休困室。高雄市议会4月2日召开临时会，国民党党团的议员是强势来表决，还无半点钟的时间就落草结束，韩国瑜连上台的机会都无。这届临时会总算开有成，当开议的时阵，时代力量的议员都要求要变更议程。我们连个人的时间都没有，那没有党团时间，也没有个人时间，是不是时代力量这边代表了少数的意见就不重要？临时会敢若有3个党团，一个只剩30分钟。小党认为这并无公平，在野党嘛批评讲，这剩的时间伤过短。你只有排党团30分钟，民进党26个议员，你排30分钟，一个讲1分钟，是要讲安怎样交代开会尔吗？嘛因为议会时程有去前着，高雄市长韩国瑜10点半以后才有机会上台做市政报告。我想很多资深议员一定有很多的感慨。几十年来，台湾民主政治，行政部门接受立法部门的监督、咨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全部戴口罩的情况。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嘛，伫咧场外召开记者会，质疑中央政治对杀韩国瑜。这个防疫中心的指挥官亲自到基隆，亲自到桃园，那也派了张善存到了新北，他们中央不用派任何人下来。国民党批评中央实名演练的时阵，无派高阶的官员来参与，敢若要以罢韩投票甲开票的所在有1823个无，两边是一句来一句去，互今仔日的高雄市议会是真无平静。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咱公视台台新闻的专题，就要招你来看。今年因为这回传染症，真侪进香、挂香这宗教活动拢无办。这毋若信众受影响，包含顶头、锣鼓走甲乐师因咧讨谈，也大大受牵连。咱当就来听这个朋友因的心声。歌吹声一本落，都有闹热起鼓的气氛。不过疫情期间，大多数民俗的活动拢是延期，也是取消。即马听起来有淡薄仔稀微。因为你这个社会你无趁钱就袂生存，那现在无需要，对不？啊，但是有什么门路？今年大甲马、白沙屯马进香拢取消，上山马出巡13家庄，规模嘛缩小，改做火车游行。好佳在暗时的写生戏，大开民众拢挂嘴暗，阁会使小看闹热一个。台北临安社的北管先生蔡明良表示，伊出顶头超过30档，是头一遍拄到这款情形。这边来应付，这无得应付啊！大环境就是安尼，免来应付，对无？你讲计程车是政府补助啊，阮要来谁补助？台北社内传承100年的顶头职业店第3代的金崇伟表示，即卖收入存无到应过的一成。连续出门查头几百倍，影响的范围包括艺术啦，还有一寡有路无厝的游民啦，因为咱有需求，嘛是请人来斗相共安尼。民间信仰有一套地方的产业链，靠这食青的人嘛袂少。专门来研究台湾民俗的学者文忠汉国算，全台湾一年有4万团的进香团，2天一暝，一组轿班2团顶头4台游览车，基本的开销就要30万。其中6成的进香团拢集中伫咧农历3月底进前。今年第一季的进香团减少一半以上，保守估计产值减少36亿。咱讲这个36亿的这个部分，只是基本的尔，吼，比如大型的庙会，吼，像讲大家镇南宫啊，还是白沙屯妈祖，伊迄种较大型的，迄个经济的情形吼，不计基数啦，吼，其实这是影响的层面真宽。技术出顶头是算场的，大多数拢无劳保，加上是口头约定，真歹符合即马政府纾困的书面要求。不少人是靠咧做散工，也是四个少钱来过日。即马因敢若期待等待疫情过去，搁一遍吹闹热的鼓吹声，对着新民的脚步来顺这片土地的平安。记者由进场玉水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国际上有真侪飞机机场，到达海关拢还搁伫咧管制。顶个月，就有一只按新加坡飞来的飞行机暂歇伫咧花莲机场，毋过无通关入境。原来因就是要甲主治病院骨髓干细胞中心提骨髓，工课完成就即时飞离开。
伫咧抵挡病症无奈中间，达成救人性命的任务。伫咧花莲主治病医人员的护送之下，骨髓造血干细胞强地伫咧健保温箱内底，随坐车去花莲机场，为着惊讲的感染，花莲机场伫咧还未入境的机场跑道边的走廊设交血区，等新加坡的包机落地了，甲骨髓摕走，双方会当面接触。我们的骨髓不可以经过 X-ray 的照射。第二个就是骨髓不能够跟热的东西太接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细胞不可以冷冻，然后就是随身携带。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台湾甲新加坡分别伫咧3月19到3月23实施边境的管制，真侪航班降班停飞，所以无论是台湾送的，还是新加坡要取货，人员拢必须要到位了隔24天。这对患者来讲，可能会司机黄金救援时间，或者是感染，所以这嘛是头一届用中转无入境的方式接受包机摕骨髓的方法。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人员采中转的方式，就是说不入境，但是有骨髓要出境。花莲慈济的医疗团队都做了最好的一个防护的措施，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我们能够将这骨髓交送到对方，整个过程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这个接受者是新加坡一个40岁得着急性骨髓白血病的女士。因为在新加坡找无适合的捐赠者，去年底转换来请求台湾资助，经过配对了后，找到适合的捐赠者，佮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着运输，好加在落尾排除困难，骨髓安全送到新加坡，手术需要评估几礼拜了后才会当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国15岁以上的国民捌字的比例有将近99%，这是亚洲国家第4高的。但教育部有要补助各县市开办成年人基本教育班，主要就是要帮助这按外国寄带过来的新住民学捌字。不过嘛，学者讲，台湾是还佫无检验安怎样合作捌字的标准，这站问题同款就要研究。越南新住民黄美川来台湾要20冬啊，日时拢伫咧早餐店食头路。对伊来讲，要煮台湾早顿一点拢袂困难，但是要认出菜单有一寡各地淡薄难。有话很多吃，这个吃很多，我看不懂怎么吃啊。拄来台湾，捌去小学补校读1年外的册，所来重心拢伫咧家庭甲工课。教育部指出，适合新住民只要想要学，每一个所在拢有成人基本教育班。这几年嘛，甲提升捌字放入去重点。那像我们108年的话，有总共开了408班，那新住民大概有247班以上。内政部统计，台湾人无识字的比率逐年来下降，去年1.04%伫亚洲排名第4，比日本、韩国、北韩搁较悬。但是学者指出，全世界对捌字的统计标准无同，需要讨论。台湾长期以来是无捌字的检测标准，才是重点。我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所谓的识字教育的一个标准的教材，有新住民的教材，有补校的教材，可是这些补校教材跟新住民教材都够完整，它必须要有一个识字标准去估算，然后去设置这个教材。张志勇教授指出，甲团队用2年半的时间研究补校课纲，最近会出来，内容除了课程甲师资，嘛甲老大人甲新住民捌字的检测标准放入去，到时阵会互教育部参考。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教育问题看完，咱来关心咱的环境。今年2月，台南道环保团体指出讲，后壁区才有番麦田去互人偷摒规片的白铁啊钢枪的路地刷落去。结果环保局检查是讲无超过重金属污染的标准。不过经过立法委员要求农委会重新检验，结果却全然无相共。但环保团体就批评讲，莫非地方这环保局是咧互相斗暗号。空拍机翕到一大片番麦田内底出现一块白色生不出番麦的躯壳。环团指出，台南后壁番麦田互不锈钢路晒污染，但地方政府进前毋若讲会当继续种，环保局去采样检测，竟然嘛讲污染无超标。环团找立委协助，请农委会采样，结果检验出来部分土地各超标10多倍，呼吁应该马上公告为污染控制场址。我们很怀疑的是，长期以来，那个台南市政府都是用虚伪的态度在面对问题啊。农业局还有是，环保局其实都扮演着包庇的角色嘛。环团不办，
环保单位采样故意回避受污染的区域，但台南市环保局强调，拢是依照规定来采样，嘛指出农地是袂当回填任何废弃物。第一届采样污染无超标，无法度公告是污染控制场址，但是依照废清法嘛是会当处理，只是即马搁找无污染行为人。96、97年那个时候被填的，你是别人填的还是原来的人填的，不知道，所以检调跟我们也还针对这个部分在做认定。环保局强调，检方已经介入追查污染行为人，但环团不满指出，在农田的边遐土地，12年前就因为污染互公告是控制场址，目前已经完成污染整治。这届互检举的番麦田，就是同一间业者一开始的设厂位置，环保局无可能唔知影。记者林文丹、碧如台北报道。咱过来讲，台中市政府为了改善空气品质，大声创办固定污染源检举奖励办法，就是民众若看到讲固定污染源这工厂排放污烟造成空气污染，提出证明了后，会当分到财罚金额的5%。为了鼓励工厂内底员工检举，因的奖金阁提高来到10%。环保团体是讲，若要办这款的办法，就要互检举的人阁较侪保障。民众去到烟筒讲飘散烟雾，空气拢是怪味，闻到脑阁无爽快。这是台北公司附近的居民，在2018年的检举月面，而现在为了防治大型污染源违法排放造成空污，台中市环保局首创固定污染源的检举奖励办法，鼓励民众或者是内部员工来举证。那假如是一般民众的检举的话呢，那我们这100万里面就有5%可以拨给这个检举奖金。那假如是属于内部的，我们讲的吹哨者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还给他10%。环保局表示，民众检举或者是定情的空污案件，当年差不多50件，大部分只是外部的检举。现在若是讲采罚确定，民众就会使得到实施罚款的5%奖金。如果若是内部检举，佫会使摕到10%的奖励金，上悬200万。不过，安尼检举制度，民众看法是真保留。民众归民众，公司归公司，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啦。检举事件其实也都是希望是实名制，那这种东西就是一定会找得到到底是谁举报的。那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这种事情。民众认为奖励制度会提悬酒门的意愿，不过内部检举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公司的压力，成效空间有限。环团表示，制度应该更加精准定出来，嘛要提供予内部检举者更加侪保障。这个制度设计上面就是要精确啦，然后还有一些，就他要举证什么东西，那他所受到的这些保护是怎么样？环团认为应该建立检举者保护机制，嘛要扩大到水污以及农地污染的早期，成效才会更加明显。另外搭配空气压力等监测系统，以及更加密集的基站，防治空污才会使快速成效。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当年4月到6月初，伫咧马祖海洋的水底，拢有蓝色的光芒伫咧闪烁，人讲这叫做蓝眼泪。近来伫咧台南安平也看会到，真侪民众去到遐眼界，拢有咧讲，这款景致实在罕见。水一破，伫无公害的状况之下，蓝色的光伫水中伫射，令现场的民众是真欢喜。而这地点毋是伫马祖，而是出现伫台南安平港的码头边啊。已经有拍到一点点，有一点点了，好。很亮啊，然后那种蓝色的亮光看起来超赞的，很美。消息一出，大批的民众3号暗时嘛齐聚安平游艇的码头，就是要亲目睭看这真水的蓝眼泪。不过一开始大家并唔知安平才有，伊是当作污染，后来是经过台南环保局查看，才确定唔是污染。然后发现有一点点泛蓝光之后，我们就开始有去拿一些渔网啊，然后去捞看，去刺激它，就发现，真的蓝眼泪就是出现了。对，那让他们看到，就是很多人都来朝圣一下这样子。业者是表示，蓝眼泪是一种发光的藻类变成的特殊景观，只要气温够温暖，通常拢是伫咧春夏期间出现。加上若是无公害，看到的几率是更加大。这次意外发现安平港区出现，嘛出现一波看蓝眼泪的流行。记者郑混台报道。咱过来讲婚林家扶中心希望学园，为着要鼓励较弱势的囡仔，经过学在嘅未来就通更较有发展。7年前因成立环庭建歌队，训练囡仔体力，训练囡仔团体合作。今年8月初，这阵建歌队的囡仔过来台北公演，望大家都爱支持。
鼓声响起，囡仔兄囡仔姐气势十足，稍落也阁有人狮表演。婚姻家扶中心希望学园范廷正高队的小朋友，当伫咧替8月份要去国父纪念馆表演做练习。队长讲，大家做伙练弄鼓的技巧，也培养团结的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演出。我们其实住在机构的小孩，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弱小，我们也有发扬光大的一面。为着关心伫咧厝比较较无温暖，甚至捌去互亲人欺负、伤害过的囡仔，婚姻家扶中心伫咧20多天前向各界募款，设置个合作希望家园收容儿童甲少年的保护机构。店家有老师甲社工设计各项在家活动，互小朋友的生活有一个方向。正鼓队就是其中一款。可是到现在，他们会很理性的跟对方去沟通，这是我觉得他们进步最大的地方。109年的8月16号即将到国父纪念馆去进行一个音乐会的表演，然后到时候是一个售票的演出，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孩子们的表演。看到少年兄、少年姐对生活有愿望，也有向前的动力，陪伴因行过人生一段路的老师甲社工也替因真欢喜，也望众人进入社会了后，会使会记得这份打拼的精神，甲路愈行愈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雷震鼓讲经鼓，台顶换鼓，俗语讲鼓。今日咱来开讲几句台湾民间的俗语，也甲鼓有牵连的话语。国情今日头一句招你来看，台日大词典内底有记载，8字的俗语话讲叫做门楼虽破，经鼓原在。这句真简单，就是讲虽然门楼但即马做足了，已经无像过去遐尼请赢。咱家庭虽然较歹，无才调去修理，无才调去复原，毋过经鼓原在，咱的志气原在。家庭歹无要紧，环境困难无要紧，咱若鼓声认真甲讲，原来讲出家己一条路。这就是人有志气，虽然无像英国遐尼请赢，无像英国遐尼风光。毋过真正无要紧，艰难的环境，咱颠倒会当行出家己一条生路。你讲看有影无？啊，过来，咱来讲鼓，这第一要紧，就是要有2支鼓柄。有鼓柄，毋则通个弄鼓。啊，咱有一句话，这4字尔，这属于讲平常日常开讲的话语，讲叫做拍断鼓柄。啥做拍断鼓柄？鼓柄若拍断去，当然就无再条弄鼓啊咯。啊，鼓柄若拍断去，无再条弄鼓。这引申代表解说做啥物内容？就是讲啊，我讲话讲到一半，你互我无才调弄鼓。我呢话节目做到一半，你甲我挡点，你甲我鼓柄拍互断，就是甲我讲话讲到一半中间，你甲我暂开，安尼叫做拍断鼓柄。当然啦，即句鼓柄即个鼓，国情在我浅浅来猜想，可能原来甲讲鼓的鼓有牵连，毋则叫做拍断鼓柄，就是无鼓通好听。虽然是拍鼓弄鼓。毋过咱直接联想，直接牵恁来讲话音的，讲无鼓通好听，我话讲到一半，煞互你拍断鼓柄，甲我挡点就对啊！啊，讲拍鼓，说拍鼓，搁一句俗语话，我相信讲真侪朋友你一定捌听过。到较即当阵，原来真侪老辈，啊，搁挂伫咧喙口边，讲先人拍鼓有时错，骹步打叉啥人无？对啦，世间事。因过咱民间的宗教讲，拢是天顶的先人拍鼓咧吹牌，先人拍鼓都有时错啊，哪有迄个骹步打叉，样样拢会嘛。所以咱看到人若有心要改过，本来的龙主，即马龙主甘愿反悔回头，咱嘛就是要开一条路互伊行呢。先人咧拍鼓，有当阵啊都会拍毋对，你毋通去计较，毋通去计较讲，但伊过去对我种种的伤害，咱就爱。让伊一条路通好改过，通好反悔，骹步打叉，啥人无？你讲看有影无？啊，实在讲，人生的路拢是靠家己行出来，骹步打叉是真不当。来讲景文科技大学一个学生廖正武，伊就是少年就认着家己的路，伊用翻腾加2个的手路，打造出几百万年前强亮的世界。伊也用这项加2个的作品，摕到今年德国 IKA 奥林匹克总铺大赛金牌。制作这项作品，伊开去4个外国，当会转去到景文高中，和学弟学妹分享经验，嘛鼓励讲大家都要找出家己的兴趣，毋惊困难，一直拼，一直向前行。
两座山中有一道水墙，头前有3只恐龙，逐项拢做甲真有路，规个画面亲像是真的，互人想袂到讲这是一粒用翻腾的机卡所做的鸡卵糕。这是景文科大学生廖正武的作品，得到今年德国 IKA 奥林匹克度嘅大赛的金牌。很少有人把那个整个景，然后把它做出来，前后加一加大概4个月左右。国际赛还蛮注重比例的，对，就是比例要合乎。像翻糖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综合的领域，不止烘焙，它也就是像我们大学也要学色彩学啊，然后一些别科系的。廖正武讲，干那研究比例就开真侪时间，制作的过程前后后无用4个多月。廖正武的指导老师讲，学校提供设备，伊家己嘛正用心咧练习，佮加上学校的奖励制度和教育部的补助，才摕到这边的好成绩。这个是一个世界杯的，就像你讲的是奥斯卡，真的是奥斯卡。那他能够在大四能够得到这个奖，其实就是在景文科大一个奖励制度之下，能够脱颖而出。学表有成绩，伊捌登去高中的学校，和学弟和妹来分享经验。廖正武讲，坚定目标向前行，成绩就伫遐。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一款食起来亲像孔雀裤。青甜搁带牛年的芳气的牛年糕，这是泰国越南常常看到的果子，啊，毋过伫台湾无介普遍。实在讲，南投国姓乡才有一个农民叶光华先生，伊对20几年前就开始种出兴趣。伊的果子园内当有200多丛牛年糕，这是国姓乡产量上介大的10年。把土地跳落来，一粒形体圆圆、结啊色皮的果子，号做金城果。看起来和四季果的形体袂同啊，袂同。甲伊切开了后，牛奶色的汁流出来，佮闻得到牛奶的香气，所以也有人叫伊牛奶果。3月到5月，当时牛奶果大出。南投县国姓乡的果子农讲，因为大部分的牛奶果拢是对越南和泰国引入来种的，所以其实有真侪台湾人拢毋捌食过这项清甜佮软 Q 的果子。越南新住民他们他们的吃法就是它整颗这样揉一揉，出汤了哦，安尼食伊的汤，安尼再食。讲起种牛奶果，叶光华讲，家己自本是外行外路，因为过去伊是伫咧石门村种葡萄。20多年前，因为有亲戚送伊牛奶果的树栽，伊怎种出兴趣，佮发出较矮的树丛，较好收整。即阵伊种的牛奶果有1公顷，超过200丛，伊也变做是国姓乡种上介多牛奶果的人。这几年新住民相当多，所以说整个消费市场几乎都是新住民越南朋友他们在消费。目前的价格，黄金果的价格是还蛮平稳的。希望说，有兴趣的农民可以少量的试种看看。国姓乡公所农经科的科长郭俊良表示，伫咧台湾种牛奶果的人无多，不过台湾烧热的天气真适合种。估计这特级品1斤会当卖100块，也因为牛奶果有真侪蛋白质和铁质，营养分真悬，所以这几年也互人注目，未来会真抢市。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带观众朋友来看用石头做纸。乌手出身的梁兆辉先生少年的时阵，为着要学新的技术，一年带过50几间工厂。伊进一步研究出用石头做纸，这当中国内外名声拢真透。伊这款石头纸，连美国的总统府白宫都真爱用。下暗9点，台湾新闻界节目，招你来看梁兆辉先生创业的故事。伫纸面顶写字，买手甲纸放入去水内底 ，magic。这尔神奇，墨水竟然未倒开，到底是虾米纸这么厉害？原来这是一种用大理石石头加塑胶做出来的复合纸，或者石头纸。梁兆辉牛党的用10多年的时间研发，生产线就伫咱台南。做料啊，做纸料啊，迄是石头粉有80%，迄个树枝才20%尔，加这龙头迄180多左右。台
大你石抹做石头幼粉，温度吹落去，就变做石头纸的原料，纸粒啊。纸粒啊，佮经过高压的风灌过来压缩，袂像油和春倒无了后，就法度互纸有更较好的吸墨性，嘛会使防水静电。做石头纸的机械已经来到第3代，是哪做哪大。牛党的甲团队想要打造更较大的经济规模。记者综合报道。礼拜一天气真烧热，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的变化。北部28度到34度，中部30度到35度，南部30度到35度，东部28度到32度，金马平湖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放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做囡仔歌。罗马字写做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2条啊第2条呱第1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耍放假仔时，就会哪算哪念：1放假，2放鸭，3分开，4烧塔，5打兴，6拍手，7围墙，8蒙片，9扣耳，10扣起。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风直直落，一来伊要娶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只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点马甲，点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暖暖，要开囡仔流水烂。这条点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点马甲黏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活骨，好闲，放假仔。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
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